石尾发展厂计划设伫台湾历史博物馆北边大肠农场。发展厂位伫边仔是安南、安定、永康町3区，人是非常的多。当地居民烦恼有空污等环境问题，影响着生活。立委陈廷辉甲自救会召开座谈会，邀致台糖、台电等单位倾听地方心声。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环评正在进行当中，也不知道要设厂，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们大概自救会就开始去搜集资料，了解状况，发觉这个厂址其实它周围的人口数以5公里来讲。就已经超过12万，那这个都是还是低估。唯一的声音就是撤厂，没有第二个选项，没有回馈金，也没有说要缩编厂区的大小，我们就会同意，都没有这个选项。唯一的诉求就是远离住宅区。会中的市议员陈秋平、区条胜、李中勤、郭清华拢要求市府爱尊重地方民意。立委陈廷辉也要求扩大民意表达，且环保署伫环评审查召开前2个月，通知受影响的安南、安定、永康町3区周边5公里范围相关里长，予里长通知里民参加，表达反对诉求。最后咱有一个6个文件啦吼，即马就剩环评佮甲地方的同意函无摕到，安尼的时阵，地方的同意函，这就是咱台南市政府，咱希望台南市政府听到地方的民众的声音，一定要积极把关。针对石尾发展厂的争议，厂址是台糖土地，会中已经要求台糖副总经理将民众的意见转达给董事会。而经发局指出，目前也未收到石尾的申请计划，所以无法度针对计划内容进行评断。地方对计划内容有足侪疑虑，呼吁业者爱搁加开说明会，加强甲地方之间的沟通，并尊重民众意见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